老王爷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啊，秦督官，你不会想再入狱一次吧？别以为所有人都会被你们云王府蒙蔽。你孙女干出的丑事，迟早会真相大白的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送你先去见一个人。谁？你的孙女婿。浅月，浅月，大小姐，哇，这是你的孩子呀，生得真好看。哎，他叫什么呀？灵儿。灵儿，灵儿叫大姨。灵儿，灵儿。哎，灵儿太姨，礼物呢？什么礼物啊？还装？哪有你这么抠门的大姨啊？第一次见小外甥，连个好彩头都不给。我可是知道的，你这小金库里有不少好宝贝呢。我那些都是我多年的积攒，我留着有别的用处。你能有什么用处啊？不就是想留着当嫁妆吗？哎呀，我的好皇后娘娘，你发发慈悲，心疼心疼你姐姐呀！赶紧给我个男世子赐个婚吧，好让我也去南梁当个世子妃玩玩。到时候啊，我去南梁多顺些奇珍异宝回来，贴补娘家，再给我这大胖小外甥啊留点私房钱，对吧？南世子跟大小姐呀，还真是绝配。他要是娶了我，是他高攀了好吗？对吧，灵儿？大姨啊，亲自给你做了几身新衣裳，过几天就有新衣服穿了。谢谢大姨。咦，对了，回来这么久了，怎么没看到爷爷？啊，爷爷知道你们母子俩要回来多住几日，高兴的亲自出府给你们买东西去了。不过这也该回来了吧？娘娘，娘娘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老王爷被人抓走了，究竟怎么回事？说清楚。王爷今日本准备出府买东西，可不成想刚出门不久，跟去的车夫就浑身是伤回来报信，说老王爷被人抓走了。谁如此大胆？不知，车夫没来得及说完就昏迷了。老王爷被人抓走了，还在这个节骨眼儿。走。你确定荣景住在这里？消息不会有错。什么消息？是不是叶天意告诉你的？他是在利用你。你愿意帮就帮，不愿意帮就走。总之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我让你派人去宫里办的事，可办妥了？宫里已经传出消息，云浅月已经出宫了。很好。他想回云王府看老王爷，却不曾想，老王爷死在他心爱的人手中。你说这出戏好不好看？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，把消息这么传出去。想必云浅月已经往这边来了。可你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荣景潇洒离开吗？怎么会呢？如此好戏，自然是要告知皇上的。我们把这份大礼送出去，让荣景好生消受一番。
老王爷，先把人带进去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爷爷为什么会被人掳走？听家丁说是出去买东西的路上出的事儿。什么人干的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现在该怎么办？后乡御府，那是多年前我收拾过恶霸的地方。听说那宅子闹鬼，早就荒废了。爷爷一定在那儿。绑架天圣，功勋重臣，你可知该当何罪呀？云老王爷，我只想知道，当年你屠杀慕容家一族，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，还是另有隐情？慕容家假意投靠天圣，实则意图匡扶齐国。老夫身为天圣武将，此等不仁不义、两面三刀之徒，理应惩处，问心无愧。所以慕容家上下100人，皆丧逆手。谋逆大罪，当诛九族，留下隐患，必定会危及到天圣社稷。难道逆贼不该就地正法吗？老夫只是恪尽职守，为国分忧，二国之败，乃上天注定。那你就赶尽杀绝吗？那些惨死的老弱妇孺呢？他们也有错吗？如果我的死能够让世子和齐国现在的人释怀，老夫愿意承担这一切。那我就成全你。为何不杀我？不对，云老王爷一生坦荡豁达，磊落四方，绝非宵小之辈。如今你一心仓促求死，莫非另有隐情？老夫一生遍访东路，阅人无数，在少年之中，堪称龙凤的，也就是2个人，一个就是叶氏新帝，另外一个就是你，齐国太子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太子的心结，老夫不是不懂。齐国国灭，慕容、韩渊皆非正义，可殿下自己也清楚，无论你们多么愤恨不平，这些既成事实也无从逆转。就算争得了一时孰是孰非，公道取之，可这样冤冤相报，何时了啊？老夫啊，已经是半身入土之人了，名声外物不过浮云耳。天圣所犯下的罪孽，如果由老夫来偿还，是微臣的本分。
也是最好的了结。但是我也知道你有太多的不得已呀。玉兰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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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玉兰王爷。我要走了，我唯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我的前约。你俩呀，要是有转机，有缘分再在一块儿吧，别忘了到我的坟上撒杯酒，告知老夫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你就放心了。玉兰王爷，玉兰王爷。爷爷的马车，没人。分头找。这场戏是时候收尾了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荣景没有杀云老王爷怎么办？那你的计划岂不是落空了？送老王爷的路上，我已经提前下手了。有这枚毒针在，怎么会有万一呢？这场戏热闹着呢。爷爷，你跟我说句话，爷爷。是你杀了我爷爷。是我杀了云老王爷。今日我们大仇得报，云郡主，对不起。心甘情愿成为流浪，谁懂真心，谁先难相忘。花开一季，只剩泪两行。简月，简，越是不忘的人最绝望，一直今生亦难再成双，且把红尘就此埋葬。
陈将军，荣景在哪儿？就在这里面。不过我势单力薄，没敢惊动。今日非擒住犯贼不可。走。参见娘娘。他还是不肯吃，一直跪在那儿，也不说话。再这样下去，身体怎么受得住？倒是你，也帮着去说和说和呀。你平时嘴皮子不是挺麻利的吗？怎么现在哑巴了？他心里难受，倒是你。今后这云王府就靠你撑着了。以后说话要注意分寸，办事要恩威并济，不可过宽，也不可过严。还有不许乱买金银珠宝，不许偷酒喝，这些我都知道了。你放心。我会替爷爷守住云王府的。没有大碍，多注意休息便是。谢谢大夫。世子，毕多里。我问你，云老王爷到底是被谁抓走的？是秦督官，秦督官把我推下了马车，抓走了云老王爷。真是可惜，如此好的机会都让他给跑了。好了，怕什么？云浅月替他爷爷收了尸，这个局就不算输。事已至此，这样吧，我先送你回府。不必了，你先回吧，我还有事要做。也好，那我就先回府了，你也早点回去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你啊！怎么，替云浅月讨伐吗？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除了荣景，还能有谁啊？要不然你说我怎么会知道他的藏身之处呢？
你明知荣景对老王爷恨之入骨，你这不是送他去死吗？唉，看你这么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想必云浅月一定很伤心吧？他最爱的男人，杀死了他最爱的亲人，这个结果，他还满意吗？屠夫！哼，你放心，荣景知道慕容家是被云老王爷灭门的。我想，他不但会杀了云老王爷，还会杀了云浅月吧？你说什么？哼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放了我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秦相之女，如果你对我不利，我爹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放了我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比望春楼更肮脏、更悲惨的地方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卖的便是万人践踏的命。你瞧瞧，哎呦，这标志也唱得好啊！你看这小模样啊，大爷帅不我？上啊！我可是秦相之女，你们不要命了吗？给我出去！出去！不吃不喝，长跪数日。再这样下去，你的身子吃不消的。小丫头，无论如何，你要保重好自己，别让朕忧心，也别让九泉之下的老王爷难安。皇上，爷爷魂灵未安。你就让臣妾在这里尽完最后一份孝吧。小丫头，你刚诞下皇子，不能太过伤心了。在这云王府，你更容易触景伤情。不如随朕回宫吧，让朕好好照顾你和孩子，好不好？我暂时还不想回去。我想在这里陪爷爷最后一程。朕是九五之尊，你的亲人就是朕的亲人，你的仇人亦是朕的仇人。小丫头，别担心，就算挖地3尺，我也会把荣景缉拿回宫，拿他的命抵他的罪。你带人将云王府好生保护起来，一定要保证皇后和太子的安全。如有差池，提头来见。是。简月，
哥，你说，是不是我连累了爷爷？你千万别这么想，爷爷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荣景他太狠毒了。建元，你要保护好自己。他杀爷爷，是因为慕容家当年的灭门惨案和爷爷有关。他是为了复仇，弄不好，他迟早有一天还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。哥，我想自己带我。太子殿下的心结，老夫不是不懂。齐国国灭，慕容含冤，皆非正义。可殿下自己也清楚，无论你们多么愤恨不平，这些既成事实也无从逆转。那些涉案之人大多凋零，就算争得了一时，孰是孰非，公道取之，可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最终受苦的人又会是谁呢？天生所犯下的罪孽，就由我替之偿还，这也是为人臣子的本分，更是最好的了解。啊，我的公奴。彩莲，真的是你啊！好久不见。这是你当初送我的弩，说是有事就来这附近放出信号，我就想着试一试。是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弩，天下独一无二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这些日子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我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在小姐身边锦衣玉食的，倒是你风餐露宿，朝不保夕的，照顾好自己便是。我没事儿，我皮糙肉厚，武功又高，看到你好，我就好了。傻子。彩莲，我们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面？我家小姐现在是天圣的皇后，而你家公子是天圣的逆犯，他俩水火不容。我们以后就不要想这些不可能的事了。我这次来是因为小姐有东西要转交给景世子。这是郡主给我家主子的吗？你只管转交便是。我不便久留，先走了。彩莲，恰。
大仇得报，殿下应当舒心开怀才是。我知道云处庚之死与殿下无关，可殿下如此自愧自痛，怕是忘了当今的朝局，沉溺于私情，觉得自己愧对云郡主吧。家国大事和私人感情是两码事，我心里有数，无需旁人知会。主子，主子，有人托我转交此物给你。何人？是云郡主。公子是分得清大义和私情的，可我看云郡主并不这样认为。他送来这缕青丝，是在遥寄情丝呢，还是在告诉殿下要与你割发断义呢？殿下，请你清醒一点，你和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我明白。筹谋数心，三心在天。今夕何夕？若如初逢，故地一见。去禀报皇上。是。箫声如故，可除了这箫声，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。当年紫竹林一曲，令我魂牵梦萦，时至今日，恍然如梦。告诉我，从一开始接近我，是不是就是为了调查慕容家的案件？是。那你知道你今天来，我会杀了你吗？我知道，但我甘之如饴，因为我很清楚，自己对你还欠一个交代。你欠我的，仅仅是一个交代吗？从前有一个小女孩，在我落难之时救了我。从那之后，我便一直在找她。我始终不能忘却的，是她月牙一般的眉眼，还有清泉般的笑容。岁岁年年，镌刻我心。
命运，往往就是这样弄人。我明知身份有别，水火不容，越想逃脱，便越是沉沦。可感情，哪由得我们来选择？所以，我也为自己的行为遭受了惩罚。惩罚？我以为只有被利用、被抛弃的人，才有资格说惩罚。荣谦，我以为在我的世界里，我永远都不会爱上像你这样的人。来到你们的世界之后，我以为这一切都是命运的馈赠，但我发现我错了。是你的背叛、抛弃、欺瞒、利用，让我认清了自己的可笑和渺小，还连累了我身边挚爱之人。我并不在乎你的薄情和负心，可为何你偏偏还要害死我的至亲？浅月，不要叫我浅月，你不配。好，那我要怎么做，能让你心里好受一些？要你为你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。小丫头，皇上，你放心，朕答应过帮你报仇，定不会放过这逆贼，把他押入宫中。是。你说殿下已经消失一个昼夜了。是啊，主子可从来不会这样。我担心他有什么危险，眼下上官公子又不知所踪，于阁主这可怎么办？你在这等着，我去找他。你自投罗网前来赴约，是不是觉得小丫头已经原谅你了？你是不是仍对她心存幻想？可惜，小丫头对你的恨，比朕想象中还要深呢。放心，朕现在还不会杀你，因为朕还没有看到你苟延残喘、受尽折磨。朕怎么舍得让你现在死去呢？四殿下果真长大了。好，那皇上，您打算如何处置罪臣啊？不急，朕和小丫头
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还未好好感谢景世子呢。多亏你放手成全，小丫头才能看清谁才是真正爱惜她之人，朕才能得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皇后。